4月時，日本的做忍耐大廠普利司通佇咧新竹關廠有資遣真大量的員工，工會抗議講攏無集體談判。毋但安尼，日本做面板的製造企業的這個面板的企業公司愛捷旭佇咧台灣嘛傳出講有降低勞動條件的爭議，工會呼籲勞動部就愛甲地方政府徛出來保障勞工的權益。日益囂張。工會團體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外口抗議，日本的面板製造企業阿薩希公司在台灣傳出勞資爭議。有工會團體指出，自108年開始，公司有公告講，員工每10年開始通摕到僱傭金牌，說因為今年金額起價，公司無經過工會同意，就用比行情較低的金額來代替。另外，阿薩希公司今年有16個月的薪資獎酬，工會要求明定在勞資協議規章內底，說在協商的時，攏互資方拒絕，工會就驚無法度保障勞工的權益。每年12個月的薪資之外，還有3個月的年終獎金，還有這個1個月的節慶獎金的部分。那你應該把16個月明定於工會的跟工會協議，但是公司是完全不願意。現在擔心就是說未來那個員工的這個薪資獎酬16個月也會在公司的相關的一個人事成本的考量上就片面去取消，導致員工的薪資跟這個獎勵是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另外，在台灣的日本企業，像車聯大廠普利司通，甲經營化妝品的資生堂，4月在新竹綠色關廠資遣員工。有工會團體指出，普利司通在5月初8提出大量解雇的計劃書以後，後續無經過勞工集體談判，刷到500多個防資遣的勞工一個約談。工會認為這違反大量勞工保護解雇法的主題協商甲強制協商的精神。這個在5月11號就直接把勞工載到4個不同的地點去，然後進行所謂的協商。但我們認為協商應該是要讓勞工可以交換意見或整合意見，提出自己的方案之後，跟公司來進行談判。但這樣的方式，其實我們認為完全違反《大量勞工保護解雇法》的這個自治協商和強制協商的精神。工會團體認為，資方安尼含個別勞工協商，是一種對勞工的壓力威逼。針對勞動條件合議若要改變，也應當經過集體協商。工會呼籲勞動部甲地方政府愛徛出來，要求這日本企業繼續甲工會進行協商，避免以後這款惡例擱再發生。記者盧尚祖、鄭俊堯台北報道。